今仔日，今仔日，今仔日，我有去上课，上迄冯老师的课，真正嘛有，我的音就变甲足正的。但是我嘛是爱，感谢进前伫线顶找一个家教，大念嘛，大念老师。其实嘛有甲我先调过一寡音，互伊讲我的喙唇有发出一寡奇怪音，我有去注意着。但是其实就是真正爱找两个老师，为何咧？就是讲有一寡音我发现讲大念老师伊就无去甲我调，毋知影原因是啥，伊可能嘛无遐敏感，就变讲找两个老师，就是讲会当调我的音。像我即个音我就是因为大念老师甲我调，所以即摆我着上课，要甲要，着诚紧，拢无啥物问题。我有问的所在拄啊好，就是大念老师是无甲我教的所在，无甲我调。安尼嘛诚好，就是讲找无共款的老师，其实就是拢有去学，我有豆豆进步。我就想讲，其实就是嘛爱靠家己去练习，去拍拼，去练讲每一个台语的字台语的字，伊的台路还是教路拼音是啥物物件，安尼较会使发音较正确。因为以早我可能用耳孔去听别人讲台语，但是就是只是用耳孔去听，无去学伊正确注音还是拼音，这就差诚济，都是用听的尔。而且虽然有听，但是嘛无讲去用开喙去讲，所以我就定定以为我会晓，其实是家己讲的时阵发现讲我的喙型，拢学袂用，每摆讲出来拢无共款。即摆就开始调整我的喙型，较会使好好去学。毋过我即摆较进步的，当然就是我的词，我的词我拢知影，我的调嘛算正确，有一寡无正确的受华语影响的，就是讲会家己记起来，就是爱豆豆拍拼。这种物件实在是累积的物件，就是爱定定听，定定去接手。这就互我有发觉讲家己有成长，诚好，就家己知影尔。这物件就是家己爱家己去保家己，有自信。像我若写小说，其实嘛是共款，我就知影讲，我安尼写是有愈来愈写愈好，有深度。有表达我想要表达的物件，阁有一寡感情的物件，家己烂伫内底，阁有人生的观念，放伫内底。这嘛是我家己知影的所在，我自看就知影。若小说别人无了解，其实袂要紧，就亲像讲我台语，我的音有去调整，安尼别人可能无了解嘛。因为有一寡人是自细汉就开始讲，大汉以后嘛是有机会一直讲，所以对伊来讲就诚正常的代志。就亲像讲，迄小说内底，大家拢去看好看的小说，伊无法度去了解嘛，无迄耐心去看我小说内底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有啥物特色。
实在是，咱着莫妄讲别人会发觉讲家己正厚诶所在，毋免去安尼期待别人，着定定想讲，其实我有成长，这着讲，定定讲，若项翁斗阵诶时阵啊，我着想讲，明明，这政府嘛有做代志啊，嘛是有拍拼啊，但是翁可能着想讲，我无看到成果啊，我阁看到讲有做无好诶所在啊，着一直讲甲无一块好。其实即个时阵我嘛毋免讲去生气，因为我着是共款诶观念，着是讲有好无好，其实着是家己知影就好啊。别人若讲无看到，别人误会，别人着着凊彩看尔，嘛不要紧。其实一定有人会当理解，有人会当了解。这着亲像讲有一种叫共温城，意思着讲，共款去练台语诶人，伊可能着会甲我鼓励讲，我诶台语讲甲比进前拄仔开始诶时阵进步诚济。伊有用心去听台语，若有用心去，去甲我有了解我即个人，所以伊可能着会发觉着，着会甲我鼓励。但是一般人可能着听伊尔，嘛听着讲我讲无好势所在，着会凊彩讲诶啊，无着讲你这嘛讲甲无诚好势。即个时阵我嘛毋免讲哪会无人了解啦。其实着是安尼，有用心诶人，有心诶人，就会理解。像我定定因为讲，政府做啥物代志，我着信任政府嘛。阮翁着是无信任，着想讲，伊哪会讲，有人无法度纾困，可能学生啊，无着是安怎都受着疫情诶影响，着做善食。奇怪，政府拢无甲因帮赞啊，安怎。若是囡仔有用心诶人，伊着知影。这着好比讲，有一寡跳罢免诶人啊，啥物王浩宇啊，阁有林怀德啊，因可能讲知影诶人着知影讲，因有做代志有用心。但是外口诶人可能就是用一寡足简单诶方法，着讲伊无伊安怎伊拢啥物拢无拢无过问拢无烧借问安怎。有较无用心诶人，当然就是较有立场诶人，就是听这话，当然就会甲票罢免诶票就转落去啊。这就是共款诶道理，就是讲。有时阵咱做用心伫做一件代志，但是别人无迄个心，所以别人会想讲无啊，无着讲无重要啊。我有看到你做较无好诶所在搁较济，逐个就讲你无做到100分，我着看讲你欠这几分，着一直看。所以这种代志，我毋免讲足气诶，讲哪会，就是用喙凊彩讲诶，安尼着用讲诶上紧啊。但是逐个可能着用讲诶，讲诶着要甲人罢免啊，无讲诶着讲这政府安怎，做啥拢无支持。即个时阵，其实我着爱想讲。若真正有心诶人，有了解诶人，有这程度诶人，其实伊着会当比较出来。一定嘛有一寡人，伊着无伫网络顶头，
伫遐去看别人讲啥，伊是家己去做判断的。伊是真正有用心，伊嘛是一个会了解的人。所以讲，就亲像讲我写小说，我相信一定讲有一寡会当了解的人，只是讲伊可能无去找小说来看。但是我一定嘛是即个有心的人，我就是其中一个，而且是上重要的迄个人，迄个观众。所以我即马毋免讲定定甲红茶冤啊，定定无欢喜，讲哪会用心的人拢摕一寡敢若用讲的、用听的，听几句话就开始讲你几分做无好啊，就看着讲做无好的所在，变讲一个人真正无用心伫咧做，甲一个人真用心，但是就是欠迄几分，看起来对这用讲的人、用听的人来看，伊感觉拢共款啊，就是凭感觉来去批评。但是其实迄批评或是也是讲别人的想法，其实无遐重要。我就莫讲伫遐无欢喜啊，创啥，其实毋免，因为这造成我即马甲阮翁相处的一寡困难。伊定定伫批评的时阵，我就讲我不爱听，我就感觉讲哪会过来，阁是听别人用听的，就是这几个重点，无想讲人做代志嘛真困难，嘛有就亲像讲阮即马学台语啦，有人一定会想讲，这个就讲无好势啊，伊无这种心，嘛无了解讲我有豆豆去学为安怎去学到即马，有定定咧练习咧训练。其实我家己知影就会当啊。有了解的人就会了解，无了解的人其实就毋免讲期待迄个人了解。我就是爱开始分出来，就是讲我家己的内心，阁有讲较了解这代志较有心的人，阁有一寡就听的讲的尔，即种较外围的人，这种我就分出来讲，别人误解还是别人凊彩讲、凊彩批评，就是较严明嘛，伊定定就是每一个拢专家都批评，都亲像讲台语嘛，有可能拄着啊，伊就会讲你就讲华语就好啊，就种简单，逐个拢捌，你哪会爱去颠倒足无自然的去安怎？这种人逐个当然嘛会生气啊，因为就想讲，我着做用心去加学一寡物件，只是你听的台语较少，听的台语少，你阁甲人批评，就亲像讲，即摆咧防疫的势头做济，有人就是出一支喙去批评嘛。你做这个，伊会讲迄个无好，你做迄个，伊阁讲你无去重这个。像国产的疫苗，今仔若政府就无听啦，就变讲拢不爱发什物紧急授权，互这公司。当然因就开始讲，就是政府无听啦，一定是这种讲法。若今仔政府讲，为着讲，互咱国产的疫苗会当讲有一寡能力，惊讲以后愈食力的时阵，伊较有法度发挥，较会使家己救家己嘛就亲像讲，迄个军舰啊，迄个船啊，当然你嘛会使讲美国做诶，就做专门、做专业，你着互伊做就好啊。但是袂当安尼，咱嘛是讲，虽然做无好，但是嘛爱开始
家己去做一个船，袂当讲啥物拢靠别人，靠别人若今仔别人不爱互你靠，你就倒啊。但是即个时阵你若做这，讲家己去做船，都有人会去算啊，就会去讲话足咸啦，讲你家己做船咧做上本数共款。但是你即摆若讲你拢伫外口买，甲美国买遐足好诶船，别人就会讲你拢无发展家己诶物件，你诶就看眼前尔，你都无想讲10年后、20年后去发展一个产业，变讲其实你安怎做，人就会开始讲，就讲甲你无做袂到诶所在，做无好诶所在。进前我会想讲哪会使做人，哪会遐无道理？即摆就是想讲，我就是爱豆豆甲这物件去甲伊看互开，就讲了解人，了解安尼就会当。我爱小说，看会捌诶人去看就会当啊。我毋免讲所有诶人拢看着我小说，拢知影伊有偌好，伊好伫倒位。毋免安尼啦，实在是我以前是伫强求这物件，就亲像哈利波特，可能伊有试啊，开始试啊，以后就诚侪人看，所以就诚侪人看着讲伊好伫倒位，我拢看会出来。但是伫一本小说，无人看会出来，敢若写册诶人知影尔。还是讲几个人、2、3个人知影，这其实写甲偌好咧，拢袂要紧。其实真正袂要紧，因为咱伫这世间啊，其实会留一寡物件叫做礼物。这礼物其实毋是讲讲出一本册摸会着诶、看会着诶。阁做侪人诚介意，你册摕出来，大家讲我知影这人是啥，伊写过啥物册，这咧有这种成就诶人，拢是足少诶，几个人尔，毋是每一人拢安尼，但是每一人拢得有准，因为伊每一人拢想讲，我应该爱达成，大家拢足介意，大家拢知影，诚出名。迄较是一个目的。其实我感觉这毋是目的，真正诶目的就是讲，咱来遮学物件，来地球学物件，会留一寡你诶作品嘛。就亲像我即摆若去学画图，就是有一寡画图作品嘛。有一寡作品当然就是因为下心，所以讲就是家己画画，家己知影讲我有进步，我倒位好，就摕转去厝内，就囥伫厝内尔。无法度讲，大家都讲哇，这诚好，去参加比赛，搁去互人爬起来，搁去互人伤钱去报讲这画偌好每一个课本拢摕来研究讲这图画甲偌好咧。其实咱的目标毋是安尼，毋是用这种物件当做咱的目标，但是咱定定拢会袂记，因为咱著看别人安尼诚好啊，做有名以后，著做者好诶代志拢来啊，咱著会欣赏。咱袂记，其实来地球就是一个教室，教室内底你就是有啥物体会，有啥物像我即摆伫想要学台语，台语我就会发觉讲，伊诚水，阁会使写一寡台语诶文章，就留落来，不要紧，毋免讲每一人拢读有啊，足出名诶，阁咧封一个啥物。本土作家，阁得奖，其实毋免安尼，因为安尼你去追求这一定是痛苦诶，因为你会惊讲家己无法度
到即种程度，即种成就，就亲像阮我进我进前写小说共款，我着做形成讲有人出册，啊，逐个拢会去买，啊，逐个拢会去看伊的册，讲啊，我知影你的主角足可怜的，拢有同感。我着形成讲啊，我写的物件嘛，互逐个拢做爱的，毋知偌好咧。但是，若今仔讲我是来学习的，我当然就是留一寡物件，因为我学习的过程中，就是练习，所以这拢是练习尔。我毋免讲过度讲想讲，希望有啥物诚好的物件，诚好的，互逐个拢了解，佫会当传咧后世。传咧流传，毋免安尼。其实这拢是一种练习。咱来地球就是咧学物件，学物件，咱写的物件就是一个礼物，一个纪念，而且对家己上重要。毋是讲啥物拢爱摕来趁钱啊，摕来出名，做一个工具。我若今仔讲开始去练唱歌，我甲我的歌就是录起来。我家己知影讲，我以前拢是唱歌无好听，我即摆去找老师学。我即摆唱啊有好听，但是因为我毋是歌星嘛，逐个嘛袂讲特别去听，敢若我一个人知影尔。但是对我来讲，就是足重要的，这就是礼物。我应该爱有即种觉悟，有人就伫政府做代志，对伊来讲就是一个经验嘛。伊伫地球的时阵，做过总统啊，做过部长啊，伊有应付啥物大代志，别人拢反对的时阵，伊就安怎后来发现讲，就是逐个拢讲，对诶，伊当初时做诶，就是对。就算逐个拢超工白讲，拢一直去经营失误诶所在，但是我相信对伊来讲，伊以后离开地球诶时阵，伊就看我做过即件代志，对伊本人来讲，就是足重要诶代志。咱定定就是想讲要做一个代志，逐个拢学乐，咱就是想去重视讲，互人学乐即件代志。咱袂记讲，咱其实就是来学习的。学习的时阵，就是有一寡练习的作品。练习的作品当然嘛，无追求讲替人学乐，但是咱追求讲，咱家己知影，咱家己了解。知影家己有进步，拢袂晓，拢袂晓，到后来会变甲足够诶。这过程中间，有一天咱离开地球诶时阵，就会看讲我有做啥物代志。我写过小说，写遐长，佫学过台语。以后我可能讲用台语去写诗啊，写有诶无诶。对，所以讲，这毋是诚好诶代志嘛？就是离开地球以后，就看家己有去练啥物物件，有啥物物件有去学习。若讲我即马就讲，我敢若讲，逐个学乐诶代志，我较去做，趁钱啊，还是讲去拼主管诶位啊，就为着别人诶眼光去活。以后若离开地球，就讲我迄个时阵哪会较无灵魂啊？所以讲，想甲足远诶啦，远甲就是想讲离开地球以后，会诚后悔，还是安怎？毋免讲即马就是爱别人甲我肯定，别人有甲我学乐。
你追求这实在是会互你痛苦，痛苦以后你就会救转来，啊无你就是会变讲你不爱去学，不爱去试看觅。所以我想讲，我就是爱调整我的观念。知影的人伊就知，毋知的人就不要紧，家己知影就好。希望我嘛会使变成即种人。